打造的一层太热，同苏米蛋的叶独到特别强。啲手法打擦腳，它等台葉，個順等舒適。當隻嘅切到蘇米蛋，一串串太麻利嘅葉，就順等索嘅吹下來。上陣嘅割一條樹嘅舊帕，舊帕，佢叫嘅板人。哦，葉要板人木雜，對農民嚟講係倒無奈何。中國葉家私逐漸唔好當機會。我喺台北買過幾年。哦，我哋農民多哋喎，批台北啦。啊，人哋買貴啊，人哋買便宜數便宜，仲係數翻便宜啦。俾我哋農民啊，冇成本啊，批咗要起價，啲冇成本，按用成本。根據統計，全屏東縣種葉嘅面積大概有19000公頃，當年嘅產量也有2萬人公噸，其中綠隊嘅長崎就佔了232，係全縣面積最多嘅鄉鎮。我要按當年來種葉，係因為20-30年前葉家私當好。家私是10年前，一條椰樹啊，割下來都賣錢啊，一路農民賣錢都叫喺讀書嘅買到錯嘅，一條樹嘅都佢叫太屋成註冊錢，都條拉嘅。自從台灣加入 WTO 過後，當年都有1個人公噸嘅葉從東南亞進口，成本大嘅進口葉將作為屏東嘅葉市場。另外，葉失業過後，存下來嘅葉殼比青菜低，造成嚴重嘅污染。也是知道政府從本地葡萄嘅政策出現動態改變。15年前，政府輔導鼓勵人種葉嘅草林，然後入數全部葉嘅，其他也唔會差。不過到10年以後，葉當愛太大嘅時間，醫療人推廣肺炎，肺炎嘅原理啲葉嘅過熱嘅葉嘅，都係高污染嘅產業，葉殼來去多冇來去。另外一項喺本年肺炎嘅綠隊產業就係檳榔，因為衛生單位擔心因為檳榔對空氣有影響，故所啲政策也係先同行，都希望農民做得肺炎專責。像衛生署如講是強嘅會定癌症，嗰樣嗬，也有利有害健康嘅成分嗬，個大，故所以呢，因愛做改變嗬，也愛作物嘅種植嗬。但農民哈，就農民來看，農民也該願意配合來尊重，但是前提會講，做嘛我本來是我變啊種強嘅，一定有伊個道理。因為老4天來比，檳榔產工有較高嘅經濟價值，故所喺70年代開始，漸漸嘅其他業務嘅變作綠隊體系嘅重要產業。睇人啥都獎勵講些人唔去讀書，得到功名嘅時候去攞杯石頭路，唔好再鼓勵做安全區嘅石頭。吼，故所也係部分簽嘅，我哋也到客家莊嘅後生嘅出去，路嘅呢都留一啲木卡樹燈，我哋攞祖先留落來田地哦，種最成功嘅，吼，都故所人講報樹同好多人呢，人講車壁也會差別啦。講好來綠隊，佢對60人嘅時候，佢是種檳榔嘅時候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，要讓到大量嘅轉型，要讓到真實大量嘅轉型。啊，轉型嘅原因有幾個，第一個冇人數，是我需要人數，冇人數。政府在呢方面呢，其實冇做好準備，老百姓都開始已經全部種槍嗰種。等下到政府發現嘅時候，發現到槍已經很多嘅。根據統計，一下全台種檳榔嘅面積大概5萬公頃。屏東縣就佔了3省，大概15000公頃，其中但是集中的綠隊體系，內埔、萬萬、竹田、林樂就佔了其中的4省客家。就算政府3萬嘅推動肺炎，不過種檳榔嘅面積實係有價無減。搶個5家就而家要落價呀。嗰度邊260家啲係咪？1650萬嘅種植樣嘅，我說2塊啊。就算綠隊人大量嘅種檳榔，檳榔也是本按照綠金，不過假使變通動態，使本農民嘅收入無停貼。屏東搶嘅慢慢行，落嘅時間佢夾，一下落跌一下。你講1禮拜冇過，下禮拜過嘅時間，8個月呢？1、2、3啊，查個度嘅。
看伊遐冲突啊，冲突落败，安尼那我讲啦，唔落败也有分等级啊，有细皮的、中皮的、太皮。创案桥将转古桥，就阿爸向下做农的林医业，虽然仲有掌權一級檔嘅檳榔業，實時要另外啲檳榔樹盒種黃線葉葉，一種昆長用嘅花菜。到90年以後嘅吼，經驗也見到見唔冇嘅，係啊。啊，唔嘅冇建做，咱像種檳榔，今仔檳榔個也個冇乜個錢啦。咱唔建做，愈加減收入吧，對農民好啊。他可能就思考都講，傳統嘅東西我們一定可以保留，但是一定面對啊你不斷的變化的消費形態哈，一定思考有乜東西一定可以改。對於綠地鐵嘅野生業，最引人的思考改變，為了減少野學污染，林太陽就涉到廠商合作，陸續研發的相關的博學機械、野學技術個利用，然後野果食品加工一條技術。我哋呢野嘅愛學種出嚟睇呢種嘅加工，都有用嘅東西，做面糖貼啊、生貼嘅啦，嗰入嘅做有機皮料，嗰個有啲循環，嗰個機皮唔多，聽講都 healthy。不過，一直幾年前，就屏東縣政府專案鋪頭嘅野加工專權，就算佢研發出新嘅技術，野產業行業實冇辦法抗體。中國214人工嘅產業係喺當位撥進口品取代。也都加工嘅東西都係啊，目前為止都講嘅，嗰陣係台灣嘅博學嘅嘢哦，我冇法度同我哋去比較，因為一廣告十分多。伊必須要去創作伊嘅特殊性，伊嘅特殊性係乜嘅？其實主要看伊本身也係產品嘅內容，本身也係產品嘅就目前嘅市場來講嘅包裝，伊嘅行銷，也各種部分內去看，也有可能行業所謂主流嘅一種嘅世界。哦，一樣看到。你拍拍啊！剛才嘅條多係嗰度巧克力的曬起來，它還會變黑。對。它就做唔得啦，係做唔得。同農產業介於地方文化特色，創造農產品嘅特殊性及經濟價值，係現代發展。啲昨天有人就將檳榔殼剪來畫圖，做成檳榔山來賣。你講以前嘅人係說，阿婆阿公會拿嗰啲山嚟嘅攞杯料量拍山嘅，哎呀。變嚟講咧，係個地方性嘅一個文化東西啊，所以用檳榔山咧，再嚟去增加以後嘅啲嘅像啊，啊嗰啲畫嘅啲東西，比有個價值。將啲傳統度遷到新嘅機會嘅，還有那個客家傳統長草嘅太鳳草。傳統速度，歡迎甲種業，就會用細藻嘅太鳳草暖水洗身，來防煙內火。過後甚至不因為做得純經行業，故做啲種下地區當數到歡迎。一般都大量嘅都產婦啦，產婦啊，其次嘅都一般嘅都經過洗皮膚嘅，佢就話一個筋骨有機嘅，佢就話提着個雞個魚嘅，可以洗成嚟顧日嘅我哋呢基本嘅養生啦。而家我都用嘅聽數入大下嘅醬啊，落落嚟啊，盡數秒係真特別急。昆進一樣嘅鐵絲，要加俾湯入渣都當好淡嘅，拖太鳳草加多些啲東西度。做成太鳳草醬、果凍、鬆餅一條。一般咧鬆餅佢忙食咪，我哋都要炒綠色，
啊，死去的又有抢错的面，孙女在做那个美工设计啊。哦。啊，伊咧同个设计在做过。要设计过。嘿嘿，是。啊，硬是做阿婆个，个孙女就鼓励阿婆，因为迄个阿姨婆，嗰时名个都叫阿姨婆太红草。甚至设计当将的包装，同传统的太风草草结改作一包一包当方片的写成用品组，茶包一条。但将係太风草的产品，特徵嘅做尾一結加鼻塔，都係萬能源的愛水。種一台祖先留下來嘅產業，但是要靠一下時代變得冇相同，我用那些智慧來改裝，做個精緻啊，變過嗰度花樣。唔過，有限的手術管道，實限制嘅太風草嘅產業規模，像啲竹田火車頭賣嘅檳榔山，也遇到同樣嘅問題。最近我們賣的哈，就是大概一盞葉哈，小，我看這個月差不多20幾隻啊。但是如果去年的話哈，就是戶外教學的是比較多，好幾百隻。所以啊，目前而家我哋可以買吼，可以行售嘅地點都喺竹田火車站呀，其他地方都冇啊。唔至於嘅店能用去拖啊個太咯。有錢穿嘅時節，他個人都會。量都會做大，而家由於他間人面都講唔點樣用嘅嘢嚇，啊做嘅有時節有時節冇，係安尼問題。而家幾個政策冇聽下來嘅時節，而家變成俾個農民自家去尋自家嘅出路，比如講提搶嘅現代下種咖啡，嚇，比如講提搶嘅現代下要種香蕉，提搶嘅代下學嘅，就各式各樣嘅可能嚇，農民攞去。安尼吃可能是有可能嘛吼，故所以提安尼狀況底下，規個農業嘅政策冇出來，都變成各自獨立奮鬥。電影劇我已經研開。十幾人都係警方和川的綠隊，一刻都係堅強的野檳榔。啲農業嘅困難時節，有人開始思考綠隊農產業嘅下一步。中國愛吃真有錢的可能。